来，咱做伙来看这本册式的464首，464首。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咱安静伫主的面前，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会当唔若听着伊的声，互咱会当生命会当更较安静伫个内底。咱搁一遍对头来哦。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牧者，我心所听，放了家己对你传。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传，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弃我，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牧者，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予你传。你的信实的上帝，你的永远的接伴，有你引传，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弃我，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传，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无放弃我，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愿我一生，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的上帝，主当阮来到伫你面前的时，愿你的灵充满阮，愿阮的心唔来当听着主你的声。恳求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互阮的心真做阮，互阮伫头前的道路有智慧，也互阮的灵唔若听见主你的声，也互阮的生命会当真做主你所喜爱。愿上帝你赐福阮下面的时间，真做阮生命的帮助甲牧者，引带阮靠主耶稣的名来祈祷，阿们。咱这回来看我们今天的新家人的关怀学校哈。那我们慢慢有快要接近尾声哈，虽然都好像进度还蛮慢的哈，但是我是觉得我们要多一点了解啦哈，多一点了解圣经里面怎么做教导，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那牧师也蛮期待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哈，兴起更多愿意能够关怀新家人的人。那我觉得福音性的工作是不仅是有使命感，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有一群愿意委身来做关怀，那帮助神的教会，帮助我们在大桥教会哈，不是单单做一个信徒或者是一个同工啊，更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是与主同工。到底咱是当
什么啦？哦，你若我看上帝当工，啊，我做主的工，但是吼，到底的果效如何？咱较少咧看，安尼嘛真无彩。哦，啊，果效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阶段，叫做满足家人需要的第5个部分就是要邀请他来参加布道小组等聚会，然后帮助他的人际关系能够扩张。这个主题你哪个认真来看为什么要邀请他来参加布道小组？那有什么关系？你们知道布道小组在做什么？你咱想看吗？布道小组是要做什么？布什么道？福音的道。那你怎么看出那个在我们当中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他有没有领受到圣经的道或者是福音的道？你怎么看？看他的生命有没有得到热情，得到喜乐嘛，对不对？得到平安，对吧？得到福音所带给人的能力，对不对？这就是咱呢来教会最重要的听道的重要的部分。所以你看见有人来参加教会，简单来讲，你可以问他：你有没有遇见耶稣？问他说：遇见耶稣？他可能就会说：遇见耶稣会怎样？你马上，你把他的回应你马上可以知道，到底他有没有好像遇见了耶稣，好像上帝在对他说话。其实你的人来到教会时，你是看得出来。好对，最近我逐摆日讲台顶拢会有，讲你甲你边的人讲，伊嘛是要爱咱去看彼此的关系，伊的面，伊到底你有看出伊的面上有无共款无？你咧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你看出到底有欢喜啊？对无？虽然伊随时咧讲真欢喜，甲你敬拜上帝，但是你看会出来，毋是真正欢喜啊，对无？所以，迄是人伊的内底到底，伊进入教会参加教会聚会，有没有遇见神？所以我们要了解进入教会不仅要让他能够看见神，遇见了耶稣基督，我们要帮助他去信了耶稣基督，对吧？这开始咱的然后因为吧，咱们帮助一个人进入教会的爱帮伊，遇见了耶稣，还要相信耶稣。所以咱来了解有的人有信耶稣无？伊讲伊有信，但是咧，伊够了解福音，这敢个是一个问题啊！咱丢了教会有足侪人拢说咧嘛，对无？你讲有信无？伊讲有信哦。但是你对伊生命了解中间，你会当甲伊问讲：你敢知影了解福音是啥？他好像福音的福音吗？教会真好啊！他讲不出所以然，你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他参加教会聚会，伊来到教会。伊无论有洗礼也无洗礼，其实你拢会当对简单的一句话，甚至看伊生命到底有改变了无？到底伊是不是真正有遇见了神？甚至他的生命有没有带出 power 跟能力？是愿意委身，而且有顺服的心，这个很多细节你都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信了耶稣，什么是信了耶稣？什么是信耶稣？我今麦去讲的，拢其实等下你也得更加了解，为什么咱来做布道小组？爱了解无？就是说，咱伫教会内底的主会，已经袂使个停留在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好来好去啊，迄种的关系一定要突破，一定要改变。如果教会的小组、教会人跟人的聚集，他没有办法帮助人进到福音所要带给人生命的转变，那一场聚会就是失败了。了解我意思吗？它就变成个人秀。了解？从我开始讲话，我总容易吸引年轻人，都容易怎么样？可是如果我讲的东西如果没有办法 touch 到他生命的问题，那我这一场的个人秀就变成是多余的了，就变成彰显我自己的荣耀。所以为什么你看见有些教会，我们以前看过很多教会，只要有一个很有势力的，
他可能在社会地位上，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高知识分子，他的位阶非常的高，他好像做什么事情讲话都特别大声，非常有 power， 好，甚至都可以怎么样？那个权力好像都可以压过牧师一样。可是，在教会里面，如果他没有单纯在传递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啊，那么他所彰显的都是多余的，好，都是属于魔鬼的所使用的器具。好，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信了耶稣以后，什么是信了耶稣？来，我要问各位，什么是信了耶稣？为什么咱们信耶稣？子安，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救恩嘛，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救恩啊。所以当你遇到新家人朋友的时候，你要跟他传福音布道，你要传什么福音？你要去看出这一个人他的生命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所以我无师傅咧跟咱讲，咱咧带小组，咱要教咱安怎去看小组员的问题。其实咱就是徛伫这种布道的特质、生命特质内底，在看待咱咧带的小组。所以，咱要邀请伊入来伫教会，咱就是期待有一日伊会当相信咱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就是啥？就是咱的救主嘛。啊，什么是救主？救主就是帮咱，让咱一个人原先的生命就是在彷徨，需要找出口的时候，他重新而得着了生命的亮光。所以我们时常为什么牧师在台上会说，鼓励大家兄弟姊妹，恁有需要，期待恁会当来找牧师，会当邀请，阮会当做伙来到恁兜做探访。为什么？为什么牧师要这么做？为什么牧师不是直接说，hello， 我去你家好不好？我也可以这么做。我说，我下个礼拜安排去你家。其实我这么做跟弟兄姐妹来跟我讲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一个是愿意敞开，待会我会带大家一起看几段圣经节，你就会发现差异性在哪里。一个愿意把心敞开的人，他不仅会得着，而且会得得更丰盛。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动的去邀请，你愿不愿意让我能够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就跟耶稣在对我们说的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聚集，我们不是在大家非常 happy， 而忽略了传递福音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够为了 happy 而忘记了我们聚集的重要性。假如我们失去了聚集所要表达的重点，那么我们往往就会忽略了教会的本质，甚至你会发现5年后、10年后，我们都会老了，然后好像这个教会好像都是停滞不前的。所以我就在看，为什么有些教会它会不断的成长、突破、复兴，在于他们的教会里头有一群人，他们看清楚了这个价值性。也就是说，教会人跟人聚集，已经不再只是一种团契。你也记得过去，咱教会还是没做小组的时阵是团契，对不对？牧师有统计给大家看，牧师每一个礼拜天参加我们的妇女团契，那叫妇女团契，对不对？那那个时候来的参加的人大概有8个到9个，有一半的都是长子，有参加的弟兄姐妹顶多敏红兄，或者是迎南兄和淑芳长老，其他的几乎都差不多就凤兰姐，大概就这么几位。可是当我们开始做小组以后，不一样咯。我们的大概平均人数大概是20个、25个到30个，大概平均是一间教会的我们40几个人当中1半以上的出席率。但是我们大家一起出来，还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 focus 在对焦在上帝要我们做的，就是人愿意来参加我这个小组，我们怎么帮助他学习到如何去布道、传福音，因为这个才是我们教会的重点。咱这位来看一段圣经站罗马书第1章第16节。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1章第16节
来第14节，我们先看14节哈。你看14节说什么？他说：“无论是希腊人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好，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咱大部分咱基督徒拢用最后一句啦。义人必因信得生，我要当义人。可是我们忘记他，其实保罗在讲的是说，他是在讲说他的热情是放在那个什么，不管是什么人啊，聪明人、愚拙人，什么人啊，都是要传福音啊。所以你还记得牧师跟大家讲说，我们教会在做青少年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我们真的不能够去把那一些什么，把那一些那个成绩好像或者是好像是中辍生的坏孩子把他们当作把他们当作好像不能来教会了。好，你叫我说不能把他们放进教会了，我说哇天哪，我会愧对上帝，我会觉得要求主怜悯，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咱来了解福音本是什么东西？你讲要相信福音，我为什么要来信耶稣？想要相信这个福音吗？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啥？福音是什么？上帝的大能。也就是说，如果你相信这个福音对你是救恩啊，你遇到在传福音面对人的事情上面，你是不能有所害怕的啦，了解吧？如果你有所害怕，我跟你讲，你没有办法像保罗所说的，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你是以福音为耻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你根本就不相信福音所谓带来的能力啦。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教导这个东西，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信徒了解，我们为什么邀请他来参加布道小组？我们不是邀请他来参加叫做俱乐部小组懂我意思吗？来，我这周较 happy 啦。来，因你做做艰苦的，逐摆我听到因咧讲的话做艰苦的，唔是安尼。你若感觉讲听的无介爽快，咱就要想讲有什么内底有什么内涵，到底是对咱生命是有帮助的。所以咱若是讲做小组长咱有当时有一寡人伊讲话可能较咸、较深、较直接，我们就要想说，你知道牧师的想法是怎么做？你知道吗？我都会怎么做？我都会去想说。他在表达什么意思？假设像这个我妈妈就比较讲话都比较直接嘛，对不对？那我就通常假如我的小组里面有类似这样的人，我会怎么做？我会把他的话语把它转一下，然后歹势啦，这咱这个兄弟也是这个姊妹伊的意思但是期待讲咱要安怎在咱的信仰上安怎来努力来达到那个目标？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把它。可能听起来不好的东西，我们要怎么样用正确的态度跟方法把它表达清楚？所以这个就是布道。有很多人他们听不懂什么叫做道理、真理，而把别人的教导当作是一种辱骂，当作是一种不好的。所以我是觉得，对的事情绝对错不了了，但是错的事情绝对对不了了。要记得这件事情。好，所以邀请他来参加布道小组等聚会，这个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能够理解福音本是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回到这边你们看福音是好消息，对不对 ？Good news, gospel， 福音是好消息，也就是说，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怎么了？他死了就没事了吗？耶稣死后他怎么了？复活怎么样？对你们的感觉是什么？耶稣的复活带来的是什么？希望，带来的是他胜过死亡，对不对？胜过死亡代表的是从绝望到希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福音，是为了要救我们，而让我们明白，我们虽然人生命有苦难、有罪、有不好的事情，
可是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靠着主，靠着上帝，怎么样得着救恩，然后怎么样，生命会不会带来欢欣？会不会？会不会永生？会不会？有啊！这样牧师已经讲完了，讲完福音的重点了。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所以福音不能只有单纯讲福音啊！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为什么你要去教会？因为我们要信福音啊！啊，什么是福音？哦，你讲不出来，要跟我说。所以这就是布道。我觉得布道要布什么道？其实就是传递耶稣救人的福音是什么。那这些东西在于你身上，你怎么去了解？所以整本圣经我要告诉各位，主耶稣跟保罗他们的布道方式、传福音方式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就是布道。所以，假如说你的小组人数不会稳定，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人不会持续的每一次都会很期待的去参加小组，那你就要留意了，你的小组可能在布道方面的福音性质上面、真理性质上面是没有的，而且会缺乏的，很容易会让人失焦，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大家去了解为什么我们在小组里面你要有传福音的东西。所以我也在跟这个子安，我说，假如说我们办了很多吸引年轻人的活动，可是我们的活动里面你没有去想说这个活动要带给年轻人什么生命的帮助，这个活动是没有意义的。好，所以一样的方式，我们在主日学也是啊，我们也会办很多手作啦，很多东西都可以。但是我们就要想，我这个东西我要适时的顺便做生命教育，要教什么，然后再想一个圣经节，那一个活动，我跟你讲就成功了。所以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做的，就是要如何把它带领到跟福音、跟信息是有关联的。那你试着去做传递，那就是一个布道小组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容易，但是需要大家好好去做思考的。只要你想过，我相信你绝对也办得到。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几段圣经节，两段圣经节。第一段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28章，我们从第1节到20节这咱拢真熟的，但是咱会让来看出有什么款的重点。马太作者伊安怎咧传达？到底这段是咧除了讲耶稣的个话，好，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如喝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了，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注意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了，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注意好像在叙述一样，有没有？在告诉这些妇女们，妇女们就急忙着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报给耶稣的门徒知道了然后呢，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有没有？天使跟耶稣都怎么样？都在告诉门徒跟妇女说什么？去告诉，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好，第11节，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了，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有没有？又一次报告了，有没有？
然后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哦，夜间哦，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们的门徒哦，来把他偷去了。好，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哦，由我们劝他哦，保你们无事了哈。那兵丁受了银钱哦，就照着所吩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好，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就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识无？你有看出一个物件？人的自责，为着就是要看到耶稣，对不？敢不是？他们聚集妇女，他们去到坟墓那边，是不是在聚集？为了要看到谁？耶稣。可是他们有看到吗？一开始有怎么样？没有看见。所以当他们没看见的时候，最后是谁显现？是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好，乌尔。一开始什么？一开始我们是先从什么？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有没有？所以你要记得哦，我觉得人聚集在一起都要做些什么事。来，您看我家哈，你们觉得我们教会人跟人聚集在一起要做什么？不就是像他们一样吗？期待能够看见耶稣吗？教会人跟人聚集要做什么？你讲你这礼拜以乐透赚大钱，赚什么钱吗？其实不是呢。人跟人组织做伙，敢不是就是要分享，看见上帝在咱的生命中的荣耀吗？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了解哦，我们要知道人聚集唯一的目的，教会人聚集目的就是传递福音啊，传道，而且你我都可以做。我们要传的道，不单单是鼓励他而已，我们要帮助他。让他明白，让他知道，福音在你身上，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上帝要帮助你。所以我们的鼓励有没有带出福音的本质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一些人他们聚集，你看天使说不要怕，耶稣也说不要怕，而且天使跟耶稣都跟他们讲什么？你们要去，有没有？怎么跟你的弟兄有没有？跟我的门徒讲，有没有？耶稣不就是要我们聚集要做什么？就是要我们出去啊！难道耶稣是要我们聚集在那边喝咖啡聊是非吗？是吗？应该不是吧？所以你要记得哦，我们教会人跟人的聚集，一定有一个福音的本质。这个福音的本质就是布道。所以布道小组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帮助新家人进到教会，一定要参加小组？所以我现在想要请教，像我们最近有这个马姐，对不对？好，她在小组里面有没有感受到温暖？有嘛？所以她可以持续每一个礼拜，她会愿意嘛？但是我们现在还要更多的去检视福音的大能有没有在她生命当中去发酵，对吗？对，所以慢慢的我们要去做检视，去帮助我们的小组员，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去看见，然后去明白，然后他自然生命就会突破。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最近有一位姐妹，她最近也是刚回来，感谢主，她也是经历了那个过程当中，神再次对她说话。这个礼拜她跟我分享，她说：“牧师，我觉得不见得一定要这么做那个决定。”好。我就说没错，其实一开始我在跟你谈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已经看见神一定会帮助你了解，因为这绝对不会是好的方法。所以我可以感受到，当我们愿意去用神期待我们去做的方式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那个圣灵的工作就会在这个人身上开始动工啊！好，就像那个地大震动的那种感受一样。
会让一个人亲身感受到。好，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你觉得他在小组里面人际关系会不会因此而扩张？会不会？会。假如我们帮助他认识了真理，了解了关系的重要性，他会知道说我这个行为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回想，我们回想起我们刚开始在做小组，甚至去年、前年我们在做小组的过程当中，曾经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曾经跟我们有一些冲突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在回想起来，发现说，对耶，我们好像缺乏更多跟他分享这个福音的本质的东西，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们大部分谈的都是方法，人的方法、属世的方法，所以我们如果有更多在小组里面，我们明白说这个布道这么的重要，耶稣的救恩对一个人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我们绝对不会忽略、忘记跟他讲。所以，如果我们忽略、忘记跟他讲，我跟你讲，魔鬼撒旦就来，搅扰就来，会透过很多不同的声音、方法都在刺激我们。当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影响到他，然后因此他就不愉快，他就离开了。所以牧师也在想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学习，怎么样建造教会的工作？真的，我们要操练我们自己，怎么做一个布道人、布道的牧者。其实这个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因为我们也有在读经，也有在灵修，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更多智慧。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节使徒行传第16章。第16章12节。好，12到15这个大家也非常熟的一段很重要。保罗在腓立比所带领的第一个信主的人叫做谁？什么人？叫做吕底亚，对吧？对吧？使徒行传第16章第12节到第15节。好，来，咱来看12节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这叫啥？我想没记。布，子安这个字叫什么字？好，没关系。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15节，他和他一家就领了洗，便求我们说，注意他们就求我们求保罗他们一群人，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好，我为下面特别强调这个吕底亚，他有没有受洗？有没有？有没有？他后来15节，他怎么样？他和他一家有没有受洗？有啦，对吗？好，因为他主就开导他的心嘛。第14节有没有？好，然后他留心听了保罗所讲的话嘛，对不对？然后他受洗了，然后他就求他们说你们若真的认为我们真的信主的邀请你们来到我们家里，这个于是就强留我们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信徒有些时候有人他们会一种好像会强留你，好像要在他家里做些什么事情，会不会？不会，不会吗？会吧？其实是会的会会为什么？他是什么心情？为什么他会想要把你强留下来？
喜欢。对，我要讲的是说，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关心人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就像我们在对这个卖布的紫色布的妇女，我们要跟她传福音，我们有没有办法跟她传福音，然后她信主了以后，她会想要期待你能够进到她的家庭里面那一样？其实我发现很单纯。对，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刚信主的人，他会很单纯，就是希望你进到他的生命当中，陪伴他，就像肢体一样。那这种人他会期待，他会希望得到更多的祝福，所以他会跟你求，他也期待从中能够得着彼此的照顾。那你要不要 care 他？其实是要的。好，所以他后面他写说，于是强留我们。其实对保罗来说，他们是觉得说，哦，你干嘛搞我强留伫恁家，恁就洗礼就好啊咧。好啊，但是我感觉这做有意思，就是讲一个新家人哈，我在想，有些时候他们也会有这种心情，就好像当时候你还记得那个我的老师有没有陈超新？有没有？他也是我帮他施洗的、啊，在之前的教会啊。可是他很单纯啊，他去到哪里就是怎么样？哎，你有机会来我家，你有机会来我家。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我好像都没有去，懂我意思吗？哎，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有点疏忽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什么？其实有人当他刚开始得着救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办法把他邀请到我们的家里面来。所谓的家，在教会的家就是小组了，懂我意思吗？我们不能够放任他单纯的就是稳定来聚会而已。我们传统不是说啊，他只要先能够稳定聚会，然后我们再慢慢带领他来小组。其实现在牧师要挑战各位哦，我们其实每一个小组每一个礼拜，我们都要有那种信心说。看谁没有在参加小组，我们能够去主动邀请他，然后能够邀请他一起在这个小组里面建立关系，然后那种关系实际上是好的，是有福音本质的，然后带出我们这个小组是有爱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个人他信主了，他一定可以成为基督在他身上做主，对不对？我再讲一次，一个人信主得救啊。一定会接了耶稣基督作为伊的救主，对吧？然后我们就成为了肢体，对不对？我们彼此就变成肢体。那我要问各位，肢体跟肢体之间会不会彼此照顾？会嘛？啊，这就是这个关系，你了解无？假设咱是徛伫讲，啊，伊就要无介熟，但是咱嘛无咧去甲伊特别关心。请问，咱有所谓的肢体跟肢体的关心没有？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单纯因为他还不熟悉，我们就先放任他这样子，而反而是我们教会应该要有一个机制，任何人只要是新朋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预备好，随时可以邀请他一起留下来，继续参与在教会的肢体关系里面。那肢体关系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到底我们在布道在传什么道？我们在分享什么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小组为什么都有那些小组问题，对吧？甚至咱嘛有当时拢会可以用圣经在，好，咱家己准备一寡圣经在来做准备，好，迄个是为着唔通讲甲伤远去啦。所以咱会记得咱小组当下咧做的时阵，好像常常我们都会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我们要讨论什么问题？然后后来牧师就开始列出一些问题给大家去想，对不对？好，所以一开始我记得我们刚做小组的时候，我们是对，针对讲道嘛，对不对？我们其实就针对讲道。那后来其实现在也有人有用一些方式是用讲道的，好，就是说直接教会你本身小组，像会员小组现在有没有用讲道的问题在讨论？他们是读一本书，因为他们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一起去读书，然后读经，这个也是一个方式。所以其实一个小组一定要针对某一个特定的目的，或者是福音的本质，去传递一个正确的消息，那小组就成功了。好，所以牧师简单介绍到这边哈，也就是说，邀请一个人进到小组里面，不仅是小组，而且一定要有一个叫做布道的特质。好，不管是幸福小组，或者是小组，任何小组。我觉得都需要，
好，只要我们抓住这个重点，那么我们绝对不会让魔鬼趁虚而入。那我相信我们所做的福音工作会越来越稳固。好，也求主赐给我们更多力量跟时间，多一点祷告。好，针对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今天只讲到这个第5点需要让大家好好去思考。原则上，我们讲到的重点就是说，为什么要做布道小组？因为布道是为了要传递耶稣救恩，帮助我们认识福音的本质，而不至于让我们是忽略了我们参与这个小组或者是活动，而失去了那个本质的目的性。好，所以这才是教会的小组的重要性，就是在这里。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也最主要是帮助我们的信徒不要成为一个参加教会然后却没有遇见神啦。好，也不要成为一个信了耶稣，可是却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好，这个信耶稣很好讲你讲你有信吗？我拢有信。但是你看伊行为，你就知影伊根本无相信福音的对伊带来什么困难，对吧？我跟你讲，根本是安尼啊。伊讲有信啊，但是你看伊话拢在唠叨的啊，埋怨的啊，迄就是没有相信福音的大能，对不对？所以那个很容易理解，很容易理解。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布道小组的重点，为的就是要让我们新家人了解信仰的本质是要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个我们要好好学习。我们的每一位领袖同工牧师也期待你们能够开始学习，试着说，不断的去常常讲。现在属会长老现在做工作会很常遇到，因为你时常遇到都是他是需要的，所以你怎么样抓住这个重点，去靠主的福音所给你的答案，传递这个讯息，这个是需要祷告，有什么帮助？那你也可以有机会，你就再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牧师怎么在讲的方式，你也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就试着念，试着讲，讲久了你就知道了啊。这个逻辑我在讲的重点是什么，该讲到什么东西，你自己就清楚。好，有没有问题？我听了告诉你问题。那不然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预备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在新家人的关怀学校里面做好的训练跟培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突破成长，在主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导师，让我们学习在他的生命的一生当中学习奉献委身，在神你所呼召带领他引领他给他的使命工作，在这世上传递神要救我们爱我们的目的，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在罪恶当中受捆绑，乃是要救我们的生命得以活泼喜乐的灵来为主你而活，做美好的见证，做一个有生命有祝福有荣耀有丰盛有祝福从你而来的能力。愿主你赐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学习在新家人关怀上面，能够带领每一个家人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进到在传福音的领域上，做主你合用的工人，为主你传福音，见证神你的荣耀。我们将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所学习的交托仰望，愿主你纪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好，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新家人关怀学校。我们都是阶段性、段落性的，每一个重点性的，透过圣经节的分享来与大家分享。也期待每一个人能够一起在学习传福音的道路上，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平安。